就是杜十娘。你就是杜十娘。你们谁是我朝思梦想也不能美的那个桃花岛也情，岛也情。这位客官，你的那个他是谁呀？杜十娘，杜十娘。对，杜十娘。这位弟弟，他想接十娘弟弟。这位客官，见了钱，见了钱，离家的妹啊，早有苦了，相思。孟十娘美名得来面见，这位大爷，请开讲。哎呀，沈公子啊，我倒了8辈子的血霉，就算离家来着不走。我帮你把他赶走。哎呀，十娘心情刚烈得很，你就别在这儿烦我了，等我哄走了再说。听子吃子也行啊。哇，原来是富二代！哎呀，这这同为的素人，差距怎么会这么大呢？十娘啊，你看人家沈公子啊，300两银子就请一次吃子，你就别再为难妈妈的可成了。哎呀呀呀呀！十娘哎，十娘好寒夜深秋露，青丝
想出高家的大鬼客上，没有一个成果。就是嘛，兄弟不问，不是娘子千金难买一缺，万子难全一裳。此次说来三不两，天子却知连面儿都没见上，我还是散了。这倒有意思了。李家是如来的，竟又是此道的美丽呀！他是理不正的儿子，这将绍兴府生子，是个沙满的孙儿。那像你们呀，个个都是不理好子履历吗？也马不怕。沈家李公子长得俊俏，又啊温长体贴人，哪像你们一个赛一个的狼？沈公子啊，这么多的孩子，沈公子，要不要选一选，挑一挑啊？什么官相亲儿，还是第一次碰到，有件送不出去，告辞了。沈公子啊，也同上来，慢催，哎呀，慢催。荣华富贵，我不想。
问我们家三娘。妈妈息怒，妈妈息怒。李家，你见过体了？你说三娘子，请老子不在，问你们多少钱？太监上女上起来，可怜老娘受穷苦啊！配上好女儿，本真丫头，望在这里风舞，年纪满关，趁早不知一场乱，同情女人的三娘，见我两分开。妈妈，你要关这里啦，女儿别多了。哎呀，三娘啊，多少个他会过人莫名而来，可你偏偏喜欢这个穷鬼。你长清高不要紧，别让妈妈跟着你喝喜不疯啊！妈妈，当时李郎进园，他是十孝千金，你是何等的应景，何等的夸赞他，是经李郎。难怪神圣，官家无耻，行院无情。好了，好了，三娘，妈妈休要气恼，气为了孙子，划不来。哎呀，公子，你真是穷好心。是哈，我穷得这人下好心喽。你这个人的脸皮呀，比陈江还要厚，马都冒不水。你要是真好心啊，哼，好不拿银子来替少娘说走。妈妈，此话当真？当真？真当三娘弟弟在？哎呀，这的好，省得他跟我儿妻睡觉。妈妈要多少？你知。要是别人嘛，1两半两也要的。1两半两，三娘，两你拿不出来，不过看在三娘的份上，请你当个证，300两。在这之内，一岁交税，一岁交成。公子，快答应呀！是妈，妈妈，30太斤，10天时候。 10天，就是10天嘛，也拿不出300两银子，倒是别叫他滚开，是娘的福啊，可是。好，10天就10天。妈妈，你儿子倒是才有一人反悔。哎呀，老太婆吃贼娘的！哎呀，真为实话，谁要反悔嘛？啊，主子啊，做给李公子，你李郎，妈妈已代天忙事，你若不爱三娘，才不可代天忙事。不是你三娘之后，我李家就有做成的之力。今生上为三娘听着内心，与风年而化。杀生呢，杀生忘事，必将文英同杀。开生无凭，拍掌为题。对，开生无凭，拍掌为题。天地之神，与三娘死而皆是神之。我可是翠娃实在前的，谁也不许帮他。哼，要是没有银子啊，休怪我负气。三娘
了哪里话，李家救之不得。只是我早已囊空之心，哪里话与您知？何不向周都请玉解何愁之？请玉管我流连行院，早已不下往来。公子是不是放不下家子，拉不下面子？不，为了什么？我为什么放不下的？我这就去接待，凑不到3百两，我绝不回来。去接待，只怕要碰壁。不是有往来，是啊，是去请谁月郎谁来。我已知道，李家他身无分文，为何不曾认谅于他？姐姐，青绿色雨在，见过多少人情冷落，遇到是小心思的万你所爱。姐姐要死他，倒叫李公子好断腿。姐姐，烦劳姐姐将此下对策已成员，他说我与李郎重返家园之时，姐姐在承我此下，十娘妹妹放心，倒是挺当相称。告辞了，姐姐。姐姐真是个有心的人。是哈，太叔，十娘妹妹保重，我心态佳语。
什么心？那别太为深深冷漠，看似水，想起。刘兄，开嘛！何人呼唤？哦，真是稀罕！李兄莫非吃醉了？这里可不是宜城哟。小弟当扰厉害。李兄果是遇到什么好人啊？西域错拨。哦，此话怎讲？我是先生玉，还是先生喜？先生玉，此经我已身无分文。哦，这不是新闻吗？这是喜。宝儿答应我为神娘送生。说生？你身无分文，我要替身作生，这分明是欲上加欲。是的是啊，这几天一问必得。真是上山当户你，开口就是难呐。那老鸨要你多少银子？汉奸十日，分银300两。哈，300两！刘兄为我发笑，我笑你痴，陪朕捉弄了，还不知道，李兄啊！将你身作一中郎，我们是真心相爱呀。虚惊家里风雨长，有妻子花容月貌被心藏。咱娘身将举帮水，少生命千金扛金。切破将你狂。是呀，为什么两口人亲我？因此你身边结多花光，倘若你节日奔走去到阳。这是他才肯他方策元
也帮忙。到那日哪有脸面再为重？他也能趁水太真，体体面面算掉你这个穷算我是臣子暂论一愿，安心托书吧。神娘，不为此次待我吧。公子，吕公子在家吗？是何在故关？看看李公子可在府上？是啊。哎呀，公子，你若12号走，幸亏姐姐要我到吕公子府上行礼，你孤转在此， 12找我何事？你忘本我。你自将你妻，你去不一落天。姐姐不是草娃，你恰在此相亲。是我的错，12不要生气了。连这个小丫头都管教训你了。这奇怪，实在是姐姐公子着急。公子是不是没有见到人子？一语中的，接待不成，姐姐早已料到。可不想要，不管有没有见到人子，都请公子为以成员相商。不，我不委屈。哎呀，公子不要连委屈，妈妈的了，我不委屈，我不委屈，不委屈。李兄此举定当辅导水手，我也能袖水旁观。李兄万岁，我来了。
要得人家过你吗？这位想必就是绿玉苍绿公子。不错，这下有余才。三娘有礼了。这下生死不清，如今你兄身无分文，安身不牢。你不是早早打发他，也好叫他死心。吕公子何出此言？你当我不知，出身是假，这可是真。此的一话，怪有劲，你骗得了李兄，可骗不了我刘玉才。吕公子，你要我姐姐了，李公子你宽。这时候吧，正急急接的150两3银子。这许多银子是哪里来的？姐姐凭着3次金记载下来，藏在杯中内里。果说是此，看来三娘倒是个有心之人。三娘，这时候是的。李拉，这是晚茶一碗啊。三娘对我是此人生意中，李家难以为报。蔬茶银两，我一定竭力筹金。这是碗中私品。哈哈哈哈！买啥是尸体，就是40体银子，从我而来。吕公子，你怎么总是看冷水啊？李兄见证情友，早已决定，你还能去修哪一步？不如常有一人，你还不曾相
什么？欲想太平？不错。十娘无平。啊，我晓得，十娘啊，妈妈是过来之人，知道你的心事。管我们这一行啊，就是场面语序，岂能当真？谁要当真，犯上其身。那李家算什么东西？你就把他忘了吧，啊！今日沈公子啊，他可要来。上次你怠慢了他，今日可要迎进去，他可有人呐！妈妈，李公子弟弟可是做官的呢。那就跟着。清官家没钱，团官家的钱发保险。更何况官家之力娶的竟是名门贵婿，你想与他拍头见老啊，真是无要想老骨头子。妈妈，我可真的说啊！去，轮不到你讲话。妈妈，17天尚未到，已是第10天啦。 16天还放松一日。李公子来了。李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个穷鬼！妈妈，3不两文银才此。这么多的银子，是偷的还是抢的？是我与李兄借的，是谁的？是哪块田里冒出来的？错！太好了，弟弟，你死于了。我呸！区300两，岂想带罪土子娘做梦？你呀，真呀！人家沈公子啊，300两银子就听你这瘸子，你想带罪他，起码3000两。你真的反悔？我早料到他会反悔。反悔？反悔于什么啦？无凭无据的，休想带罪沈娘。妈妈，那是你与李郎拍掌为定，天地之神，与神娘思儿既是神者，你都忘记了吗？神在应，天在看，妈妈言而无信，出尔反尔，你就不怕天理昭昭，一语成谶？妈妈心烦，莫非你想自毁功德，使人恶果？你就不怕来世作鬼作子，沦为畜生？妈妈收下银子，我与李郎即刻便走。妈妈实是实心，李公子缺为银子，我留下。神娘，留下我的尸首。神娘万不可！妈妈是要这300两纹银，还是神在两可？三娘，哎呀，什么倒霉！我这老家却被这小家却给算计了。哎呀，三娘啊，这好，放你走！妈妈说话算数。算数，生命官司背不起，300两银子身上总比空睡的好。三娘，就见他欢喜。这样的弟弟谁应当？此刻，他吃我的，用我的，还想拿我的，呸！欠我情深，臭啊！几年来，
你赚了多少银子？这院里的东西，我何曾留恋？从今往后，你我两不相欠。是您自己到手，翻脸我生生。多谢刘兄约策。哪里？咱娘告你过去下过你单，凌晨敬备。李兄得此家人夫妇何居？这是四道兄先生心破城，李兄家风严苛，俱须小心啊！多谢刘兄提点。咱娘，你们都家正中，告辞了。的吕公子，你看，美女们都来了。怎样，李公子，新一郎与周姐妹也来为你们办喜事，好来为你们送饮料。怎样，你来看。
回家园从，此正做平地脸，生命啊海枯石烂，哪怕是乾坤倒转。今日一别，不知何年相见。此下内是宋姐妹为你催出的盘缠路费，万望收下，以免穷途之旅。多谢钟家姐妹，你啦，李公子，十娘就托付你了，只要不离不弃，何惧路远山高？是李家接下了。娘，事到艰辛，手心叵测，万望珍重了。弟弟，这是你的亲生子啊，万望弟弟心多珍重。姐姐是为照顾于你的，
公式相助，还是些先生再走不迟。真好我也。怎么样？下面歇歇去吧。哎。天寒地冻，公子，能非上几文钱，我好当保护局暖暖身子。多谢公子。真是处处都是讨债鬼，身无分文，路难行啊！公子，今晨来了2封书信。刘兄，李兄，今随家务来信，领真可以指你先生娘返乡，方早做准备。李江武儿，今闻你在京都迎娶杜三娘，送我们的怕我家风，实待妻女为家，必断父子之情。
下，一路来与君情恩爱一把，怎个是好姻缘，难不过一番。唱为风色交加，还是进场内暖和暖和身子吧。李郎，李郎为我叹气，我有什么？可非讲与我听，尚是娘为你分忧。一路引来，花费甚高，人之衣着用尽，这实惠。原来如此，李郎，这是众姐妹所赠银两，你拿去先用。三娘，此人此德，拔腿不过望也。我知道你的难处，那是吕公子临别赠言，受到李郎家风严苛。刘兄与我同乡，生子母父，这是专夺强横。因此你一路玩迎，迟迟不管回家。我什么也瞒不过三娘，假如早有所心，还我为相。我是想在途中没一个旨意，好在弟弟面前与过交谈。旨意可曾想好？没有啊。这也怪不得你，想我亲率出身，你家高粱之门，毕竟难进矣。李郎，既是公爹索性叫你回去，你则不回，旁人闻到我是娘教唆之苦，让我是无心安。三娘，我是有安排。李郎，你看。风卷水洗，渔火点点，恰是星罗棋布，好一派迷人的将军女。你我海上历经磨难，终成眷属。上是娘为君争居，举杯畅饮，以解旅途之困。哎呀，妙啊！今生今世能与娘子共饮江上，好不痛快也。花
夜泊孤独客，独自对江风。或闻一曲小道红，生非小欢。浮云中，高为是民风的专是情同，何知谢家还有情义的子。听着相思夜曲，此故在逼逼两家，那歌声倒也似曾相识，陪我一同聚集。船家，将船靠近。好嘞。西门山中告诉我，岳明令下美人来。是此风息，是此夜，何人总晓苏醒我？待我看了。请问兄弟真姓大名？小生你家内可是见岳生？哦，你就是闻名京都独传你曾有花贵杜十娘的李公子哦，舅娘舅娘。见笑见笑，我问兄弟是小弟生父。生父。哦，你
就是化身不良人子，听说娘你确定沈公子，哎呀，射精！哎，三贵啊，三贵，你我真是巧得很啊！奉系主道周之不了，李兄何不顾人小酌一番，叙叙太岳中的闲话？萍水相逢，四海之内皆兄弟嘛。这请。哦，是此恭敬不是聪明。请。请问李兄在何处拿见？那是不用兄弟你。好，那是哪有？哦，复宫花草境内一关，落到金凤之地，兄弟好福气呀！哪里比得上今世你那万娃呀？像兄弟这样的风流才俊，想必也真也怕今晚进居家。李兄不也是东大中的神吗？请。请问李兄洪武之子？沈兄见笑，小弟哪有什么红果之子？只不过家父车见上母射箭，希望我能光耀门庭。过问沈兄，不怕李兄见笑，家父车箭，养母射箭，只不过主公让更多的女子怕了。哎，这世道没钱，万事难啊！喝酒。是哈，喝酒。是在珍珠之上闻得清歌一曲，甚是奇妙。想必出自岳父沈家。沈兄不愧是老江湖了，一听便知。岂不知古仔是何许人也？古仔南京都名宿屠城娘。屠城娘是哈，我一听他说声托记，他已是我的娘子了。闻言或觉莫名芳，大欢出来莫名扬。穷生高尊花闺女，等我随一情娘。家饭亲亲，君子养。李兄得此佳人，真是可喜可贺。来，小弟敬你三杯。第一杯，和李兄郎才女貌，琴瑟和鸣。滚。第二杯，愿李兄来年永登王宝，早生贵子。这第三杯嘛，小弟官派领政，所谓平等，不爱之心，用兄结其为下，开私人之嫌。哦，这个屠城娘。兄有停杯不
不想我，家父不许我携带神娘返乡，我真无计可施啊！神娘她，神娘是。马玉氏，平日夫妻不是爱。马玉家，父不以你为子，弟不以你为兄，同胞不以你为友，孤独啊！马玉先生，你兄弟后半生将死后毒死，神娘嫁接你，无非是你官家之地。不在话下，一旦失去庇护，你又身在两空之地，弟兄，你要再思再想啊！臣兄一番话。真龙发魁，老天赐我良田基，弟兄弟弟真我在我们家八乡与神娘。圣兄可有妙计救我？听李兄之言，临阵大人无非是你里面话语，无聊于你，故而对你恼怒。如今你又空手回去，岂不争吵激怒？倘若李兄携带千两本银回乡，就是自己用心读书，不曾浪费本啊！对呀。父亲见了你俩，必信服你。不过我今日的银子也要充着路费，哪里去弄这千两还你？小弟愿意千金相赠啊！啊，这是何时的？你我萍水相逢，虽是萍水之交，难得有缘之际。今日李兄遇难，小弟来听面部之礼，实属应当。圣兄。当大的名节才是，不过怎么？倘若李兄隐瞒神娘身份，天上失去，自立保不之后，到那时你还是免不了一场恶事啊！那要是何才能谅解你？与小弟之间不是留下毒神娘。你是说，兄弟，留下神娘也是为了他好啊！此话怎讲？
李兄上不争无名，携带着娘为相，必遭趁血孽债和百万刁难。不惜男子，他生不如死，你岂不是害了他吗？这是他孤身一人，何依何靠啊？小弟愿意代为照顾啊！啊！千两问你，神娘留下。你是要我卖？不，我与神娘真心相爱，岂能做这不义之事？李兄，你误会我了。什么家财万贯，要寻美女与玉红呢？小弟并非贪图美色，实在只为帮扶于你。你我买卖不成，情义谁嘛？来，喝了这一杯。李兄实不应用，小弟虽为结业，就此别过。生兄，同意啦。我，真是有些好办事。父亲家那贵呀！对呀，没有钱，你我真十大国之间，十大国之间，保你能做官，做官与权，与权好赚钱。李兄，你与权与钱，再去寻几个十娘与红啊！更何况你一旦高官得中，那是杜十娘，也算是神老之王，你可以不是他妓女的身份，皇上不为，你的子孙不为，到那时你就不怕子子孙孙被天下人耻笑吗？为先生，我需要割断心忙。为梦的我只得拜别十娘。不肯答应的，他是真心对你，怎会让你无知风流？你小女厉害，他定然通情达理。此事我要好好与他商量商量，他尚不同意。我是说不为将军，上一道复为启告。明日一早，一岁交息，一岁交生。好，明日一早，一岁交生，一岁交息。不过，你我以后为别。回聘。
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李郎，你喝酒了？喝酒了。不是林上和尚竟与他相伴之生意。也是过自己月生，与我喜欢他月种子婴儿。此鬼。原来如此。李郎，来，饮杯热茶吧。那吃点点心。李郎，夜已深了，你我还是早些歇歇吧。不，我也不困。李郎，李双之时你还心志高昂，此刻却为何忧郁寡欢？我没有什么。李郎，究竟有何难言之事？我舍不得，可我李郎，你我一听济南与你马。从离哀怨不彷徨，今日团圆长江上，为吾化妆，岂悲伤？郎君与我这关江，千难万险共争吧。夫妻同心他商量，与吾情梦是成汤。
让我回家哄爹娘，只身异乡读书忙，从未曾识土生娘。答应了，我便去千金为家。父亲面前也越过交代，你也有了一个更好的妻子。我的天哪！那何不必听那商户人家妖言万过？为你好啊！他的眼睛，我已把两忘尽了。眼前终于金山银山，也不能改变世人对你。那么，你我两者的深情和你。难道我抵不过那金山银山吗？这世道没有谁，凡事我承约，欲为我早好归宿。神娘，多谢你的大恩大德。不，三娘，你我的心爱离家没此不伐？待到我无应允之后，我再接你回来。其实我父不允，我也会常去夸你。三娘。
你就答应了吧？千两分银，可曾到手？费得上娘一语，大人不过这你如何为便？怕咋？回避。我答应你，是我当真？当真。哎呀，果然不出生兄所料，神娘是真心对我听上一语。哎呀，我的好神娘，神娘，明日你就是他人之福了。来，让我们珍惜着最后一笑。可天意，我要苏长。所长，我要送去你心。神娘，平常都是我与神娘画眉，今晚就让我画最后一次吧。多谢美意，神娘王不管再劳动，李公子。
心事万苦知，终会善良，温文尔雅，体贴实惠，待我相称的是李家。十指坊，两情参谋，生于靠，有谁知我奉要下言配无恙，真情发情千万缘到头来，还是三门继续讲。娘啊娘老女儿太自傻，多少年来苦挣扎，少女成为是缘分，虽是朦胧水莲花，来是春风乱风里，却是我催催想。金梦醒。世间真不用我这满身丈夫的亲把女娃，亲把女娃，亲把女十娘死到尽心，十娘真心破城，弟弟都是个于心里上，你自杀起鼓。感情深。
难以安息，不知是错是对，事已至此难为的，我只能深谁退罪，退罪上诉。弟兄，十娘可以准备好了。他要送去你心，送去你心。想我生父有此一福，小弟们小心伺候。毕竟是个清冷女子，孟十娘美名，生父有礼了。你就是生父沈公子，正是十娘，你认得我？不认识。我曾在你春月花了300两银子听你一曲。40年可哪里记得？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最
在请的神了。这些话得到交过人子再说，不迟。好，不过我要十娘的一件心儿为凭。不愧为上古神家，精明细心。李公子，将我这账单借他便是。好。李兄，正好1000两，没有错吧？不多不少，正好1000两。李公子，你可以回家了。多谢神娘圣旨，许我。沈公子，我那账单之中还有李公子的一纸录音，乃是他回乡的公文。好，账单在此。李公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录音啊！这个名字要从包儿转书，包里5000两啊！神娘，神娘，你是公了吗？你再来看，女小之官子女了我，下是万金啊！三娘，给你了，你们再来看，自作进，毛二爷，做不了严密字。他骗了我不要他的银子了，不要他的银子了，你不要听他的一耙胡言，他要再买你的呀！不，沈公子，难道你就不会再买木了吗？一定会的，我是对你一片真心的呀！看，马上送出心肠。回家，你不怕领政大人官告你发你，经不得家？你不怕家门不风光？不怕。你不怕被驱出家门？从此你我苦旅郎吗？我与神娘真心相爱，与伯伯相再生，我去多少祸害？你的胆量后来我离家曾对天盟誓，今生3位神娘今朝立即与封地而亡。你还记得此刻铭记才谁？神娘，你不要听他的一耙胡言。公子，李靖。
着聚宝盆，夫唱妇随妇与吹，是皆是作香甜。丑八不能当浑身，悔不该玩痴心，枉为情泪，悔不该残包厢，虐谁之争，悔不该比翼双飞，弹车上悔不该。